陳日君樞機喺7月22號晚上喺天主教聖曹桂英堂發表專題講座，詳細講及現時天主教教會喺中國同埋香港嘅情況。你都唔使啊，好，佢個單位嗰度話炒佢魷魚，佢哋無法無天嘅。譬如我去北京，我就冇同佢聯絡嘅，咁但係佢都會嚟接我啦，咁啊我都即係病咗喎，係咪啊？哎呀，我哋派車接佢送去醫院啦，好唔好啊？就算喺政府壓迫之下，佢哋都好快啦，好早咧，嗰啲主教可以出嚟開會。雖然啲教友身處多倫多，但係好明顯佢哋仍然係好關心香港同埋內地嘅教友。當晚嘅反應十分熱烈。當陳樞機分享到佢近年觀察到中國政府同埋梵蒂岡之間嘅形勢嘅時候，啲教友都聽得非常專心啊！